第61課第12題，咁喺呢一題呢，我哋就要辨認翻喺唔同嘅測試或者反應入邊，到底係涉及咗啲咩陽離子，而且我哋要寫翻佢個名嘅，即係唔可以寫化學式。首先就係 A 啦，就係喺焰色測試入邊可以產生到淡紫色火焰。咁其實我哋只需要記住4個火焰嘅啫。咁如果係涉及淡紫色火焰嘅話呢，咁其實就應該係同鉀離子係有關嘅。好啦。咁而第二個呢，就係講緊同氫氧化鈉溶液共熱嘅時候就會產生咗胺，即係 NH3。好啦，咁如果同學有印象嘅話呢，其實就係同胺鹽有關嘅，因為當胺鹽即係有呢個 NH4 正嘅時候呢，佢同呢個氫氧化鈉嘅氫氧離子做反應呢，咁佢哋就可以產生到胺啦，同埋 H2O 嘅。咁所以鈀所攝嘅陽離子呢，就係胺離子啦。好啦，而去到第三個 C 就係加入氫氧化鈉溶液入邊會產生咗暗綠色嘅沉澱。咁有綠色嘅沉澱呢，基本上主要就係同一隻離子有關，就係鐵二離子啦。去到 D 呢，咁就個情況呢就可以好豐富啦，因為呢，佢講緊就係如果嗰隻嘅陽離子去同氫氧化鈉去接觸嘅話呢，混合嘅時候會產生咗白色沉澱，而呢個白色沉澱呢係可以重用嘅。咁所以呢，只有3隻嘅離子可以做到，分別就係砷離子啦、鉛二離子啦，或者係鋁離子嘅。咁你寫其中一隻亦都接受噶啦。而去到 E 呢，就調翻轉啦。如果我哋加咗氫氧化鈉溶液落去呢隻有呢隻離子嘅溶液，咁佢會有白色沉澱，但係呢隻沉澱唔會重用嘅。咁所以呢，就自然係另外幾種嘅離子啦，而係又係無色嘅離子。咁一係呢，就係 Ca 二正，一係就係 Mg 二正嘅。